手腳麻痹其實唔止係麻痹咁簡單，仲可能係心腦血管出現問題嘅警號。因為三高會令血液變得黏稠，流得慢，佢供血唔夠，手腳就會變得冰冷麻痹，甚至有刺痛嘅感覺。如果血管長期受影響，唔單止係手腳麻痹咁簡單，仲可能引發血管老化、血流唔暢順，甚至增加突發性嘅心臟危機。大家好，我係營養師 Nelson。要真正改善三高問題，最重要係由內部開始調理。而你每日食入肚嘅保健品，一定要揀有品質保證、有國際專利認證嘅產品，先至食得安心，又有實際效果。我誠心推介呢款功能好全面嘅美國 Dr. Omega 85%醫療級超純奧米加3魚油丸，通過國際魚油最高標準 GOED 認證，採用阿拉斯加深海無污染鱈魚提煉而成，含有高純度 EPA 同 DHA， 效果更加全面。一粒就等於5粒普通魚油，做到5倍效果。呢款醫療級奧米加3魚油丸唔止可以幫你疏通血管，減少血管入邊啲壞固醇，仲可以提升血管彈性，幫助修復血管同神經，令供血順暢，改善手腳麻痹同埋心腦血管健康。而家萬寧做緊限時優惠，有興趣就快啲去萬寧購買或者 send message 了解多啲啦。